先生，誒我想問你，你識唔識唱歌啊？間唔中都有唱下嘅，有一首歌咧好高音嘅，你會唔會想挑戰啊？都可以嘅。好似好有信心喎，睇你嘅裝扮西裝骨骨咁，你係做邊行噶？我做銀行嘅。你叫咩名我叫 Ronnie。？Ronnie，我俾你聽一次，跟住咧就唱噶啦喎。好好，冇問題。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有個已遭破壞的心，深淵亦不夠暗。靈獄裏下沉，誰亦不能信任。不夠，我怕不夠，只信心。暫停靈魂腐化，想翻身找惻隱，都無權過問。哇！你真係銀行翻工㗎你，成個銀行 JJ 咁樣喎唱得。大家覺得佢唱成點呢？記得喺下邊留言，同埋都歡迎大家 DM 我呢，一齊去參與呢一個人設崩壞嘅挑戰。